今天不小心让二宝看到了奥特曼被打败的视频，然后，于是我和姐夫决定拍一个奥特曼胜利的视频，拯救二宝幼小的心灵。姐夫，哎呦我的妈！溜了。哎呀，没醒。开始了。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光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声音？好了，姐夫，下来吧。快跑，姐夫！